1976年12月初2，咱台湾试验船海公号为基隆港出发，驶去南极恩德比海峡探勘开发南极的虾仔场。海公号驶过印度洋，经过南非到南极海，经过4个多月时间，甲100多吨的南极虾资源载回来台湾。1991年12月初2，台北市林森北路口一间麦当劳进前变速器歹人放炸药放到海去，迄天佮接到恐吓的电话，要求店家付新台币3000万。头家经报警，嘛含歹人约好下晡3点交钱。警察透过电话信号锁定歹人，即马人伫倒，尾也成功给抓起来。2019年12月初2，前总统陈水扁因为龙潭买地案含前101董事长陈敏芬买官案，被最高法院判11年。陈水扁为台北看守所刷去桃园龟山监狱，现场有真侪支持者，那陈水扁伫咧法警的介护，行去监狱完成报道，嘛开始伫咧笼仔内过生活。